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，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。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哎，想来我就是那坐井观天的河伯。今日见这东极海，才知世间绝境竟是如此啊！哎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车里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海边风大，别把你这万金之躯吹出个好歹来，还是回去歇着吧。啊！要真连这点海风也受不得，那也别想去寻什么仙岛了。既然我跟着，自会保他无恙。雷少侠若真关心你的朋友，就少惹些事儿，免得再连累人家。当日强行出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华锦姑娘，以后莫要再说这些话了。哎，你这人，不理你们了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，此行要不要叶若依姑娘与我们一同。我不过是提到了她的名字，看你的没出息的样子。若依姑娘先天心脉有恙，若我们真能找到那仙人，或许能根治也说不定。那她为什么不一起来啊？不知，或许是要和她爹一同回天启去吧。总觉得那丫头在计划着什么。她从小心思就让人猜不透，明明身子弱的风一吹就能倒，还那么爱逞强。哼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你和叶姑娘是青梅竹马？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只是认识，算不得什么青梅竹马。说好了，兄弟归兄弟，这方面我们公平竞争。谁要和你争那麻烦的要死的丫头？根据这2天收集的情报，在所有已知的海图上，三蛇岛是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。我们若要寻找仙山，需要去到更远的海域。就算这渔村最大的沙船，也根本没法去到那么远的地方。我们需要更大的船。船确实是重中之重，我们要加快进度了。哎，那个，咱们不等叶姑娘他们会合，一起出海吗？其实，我是不希望叶若依和我们一起出海的。因为她身体的原因？这是一方面。其实我能感觉出来，她对我似乎有些其他想法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想要帮助我重回天启，争夺那太子之位。当年琅琊王案闹得沸沸扬扬，可最终的处理结果，只是王叔被问斩，其他的类似抄没家产、削去爵位一类的处罚，一条也没有。所以如今琅琊王这个爵位，理应由王叔的儿子继承下来。那么，你要找的人也就是小琅琊王萧凌尘。没错，他可是个自我感觉很好的家伙。比你还自我感觉好吗？他怎么和我比啊？他那是自恋、自负，是病。不过虽说如此，他倒也不是那种会让人心生反感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喏，琅琊王在东海，就是我武功被废的那次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有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个组织，在搅动天启城的暗涌。之前我说过，重回天启争夺太子之位不是我的目标。那是因为若找不出这个藏在暗中的人，无论谁做太子，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。那你找这个萧凌尘，是怀疑他就是幕后黑手？
来，多吃点，补补脑子。琅琊王叔被利用了。王叔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回天乏术了。于是，他在毫无成功可能的情况下，自己提前发动了叛乱，自求一死，彻底毁灭了幕后之人的所有布置。现在想起，父王将我贬出天启，也是存了保护我的意思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就到这儿了，还是来谈谈出海的准备吧。要我4人协助你，并没有问题。只是，我们有一个要求。但说无妨。到了三蛇岛，拿了那3枚蛇胆，你们随后得借我们1艘小船，7日之后等我们回来。敢问4位要去哪里啊？这你也要管？这穆某自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前朝东极海事都督曾著东行海域志，说三蛇岛之外乃是死域，我只是担忧啊。看穆兄学识渊博，遍览古籍，那么古籍中可有说死域之外是何境？古籍《山海图志》里说，死域之外乃是世界尽头，行至深处是一处不见底的悬崖，海水在那里汇聚，奔流而下，急速的奔流燃起火焰，把整片天空烧得通红。但是另一本古籍《天风野录》里却说，那里有众仙来朝，万佛参拜，是绝世仙人之住处。不管是哪一种可能，都值得一看。如果7日之后我们没有回来，你大可把船开走。行还是不行？给个答案吧。好，待我召集足够的捕蛇人，3日后我们便出发。好，3日后见。等一下，怎么，你要反悔？听手下人说，他们3人各怀绝技，但却不知枭雄有何本事。我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但是他们都听我的，如何？很好。多谢珍珠姑娘。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啦。嗯？你们怎么了？是暗河的人？不是，这个人的气息有种说不出的熟悉。交给我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姑娘，以后不要轻易招呼别人回家吃饭。你从小在这渔城，不知道外面的人其实很坏的。别听他瞎说，我们是好人。但这敲门的，六皇子言重了。老臣奉皇上之命，特来接你回去。为表诚意，老臣还多次敲了门。你个老太小子，这边就快恶鬼杀人，这让仆人。是我那朋友鲁莽了。大剑莫和他见怪。大剑来接我，我哪有敬酒不吃的道理？六皇子，请吧。唉，既然是接，总该给我些时间准备吧。
好，那就3日为期。谢六皇子赐酒。萧瑟，这一次，暗河留了10成功力，就为杀你而来。哎，我的面子还真大呀！看来这次暗河为了杀我，做足了准备。小熊母火，随我来。他们怎么不追了？不对。天哪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？我去引开它。小熊，小熊，坚持住，等我回来救你。萧瑟，你无处可逃了。萧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千洛师姐，看你咳得这么厉害，要不让华锦给你治治？先治治你的嘴巴，就你话多。哼！你找我来，是说那鬼仙一事？你这缺乏心脉的疾病，一直难查病根儿。那鬼仙一事听来荒唐，可却出自如见仙之口。这三蛇岛后便是海外仙山，你确定还要和我们一起吗？你这话听着倒像是要赶我走。萧瑟，我确实希望你能做回萧楚河，为天下苍生而活。但那也是你治好病之后的事了。现在的我们没有分歧。参见六皇子。六皇子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六皇子了，也就别跪了。也是，听那些内陆来的蠢货们说，你已经被封为永安王了。永安，萧老头这隐喻了不得呀！哼，比什么千里海域之王要好听一些。你这么自恋的名字，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那你可以叫我的本称——琅琊王。
最多算是个小琅琊王，还逃到这大海之上了。我是天生的王者，陆地上做不成的王侯，这茫茫大海倒也不赖，不比萧老头那什么破北离行。5年没见了，走，咱们可得好好聊聊。有件事你说错了，不是5年，是4年。当年天启暴乱时，城门外我见到了你，我亲眼看着王叔带你逃出了城门。你这意思是真觉得我父王造反？哼，笑！天启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乱，简直是对我父王的侮辱。更何况，我父王若真想当皇帝，当年就不会将他让给明德帝。的确，但是皇帝没说什么，琅琊王也没说什么，就像是他们约好了一般。对了，说起来，那几日有个人来了琅琊王府。是谁？一起回天启吧。既然现在有了线索，我们一定能解开这个秘密。按理说，我是该陪你走一遭的，可惜我这海盗当惯了，是改不了掠夺的天性。我总是希望我下一次露面的时候，是有大收获的。好，那你我就此别过，我会在天启城等你。萧楚河，你以什么身份等我？或许是皇帝吧。可我也想当皇帝。那我就让给你吧。琅琊王好情趣。萧楚河，你有病吧？问到答案了。哪有这么容易啊？本来就是精心设计的一场表演，萧凌晨自己也被蒙在鼓里。更何况都过去5年了，琅琊王案的细节也渐渐被遗忘了。那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当然要重点关注一个人——锦轩。上次我暗河本能杀你，却被那锦威公公拦了。这一次，没人救得了你了。暗河列阵曲确实厉害，只是这次你们的阵似乎少了个人，不太完整。你是说苏沐雨吧？从今天起，他的位置就由我来顶了。萧楚河，再不现身，你的这群朋友就要先你一步去了。你终于舍得现身了吗？你疯了吗？就你现在的身体，怎么对抗那铁琉璃？我去！看后面，你们都无法抽身，现在能去获阵的只有我了。小四，赶回来！哼，怎么，你一个废人还想来破阵不成？
去杀你，你倒是竟主动来送死。萧楚河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暗河为了杀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这琉璃岛就是你的埋骨之地。缠住他半炷香已是极限了，不过已经足够了。大师兄！那么容易？萧瑟，得逞比目何辞死？愿做鸳鸯不羡仙。臭和尚，你再敢胡说一句试试！萧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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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去救叶姑娘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怎么救？哎，那自然是……萧瑟，那鬼仙我是打不过，不过你既让天女蕊和华锦去找船，想必你已经有了救叶姑娘的方法。我没办法，但你也大可放心，叶若依现在不会有事。鬼门月圆方开，月亮出现之前，我们就还有时间。啊！糟了，莫依已经起阵了。冷静点。啊！如剑仙，你可知这莫依师从何处？黄龙山清风道人。既是阵法，找到阵旗所在，便随手可破。此阵以六爻为基筑成，六爻变卦见生门，定是阵旗都在，才能布下这幻阵。最后的一卦，我亲自来。怎么可能？如果这里没有了阵旗，那只能说明先前我们找阵旗的方向不对。可
可这阵旗若不在地上，莫非？千洛，还有力气吗？把银月枪向着他投过去。以我的能力，有用吗？没时间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大家了。要相信我，也相信自己，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。好。嘿，呀！萧瑟，你骗我！你也想拦我？心魔银，心魔银，只是让你看到自己的心。我的心。萧瑟，你想不想我救你？想，但我不会求你。好风骨。住手！等等，不用担心，现在的莫弈身上并没有任何杀气，他只是在帮萧瑟疗伤。你隐脉中这阴眠之力着实鬼魅，救你的方法只有一个：化去你的所有内力，连同那股阴眠之力一同化去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依然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人。不过武功可以再练，内功可以重积。若你有心，重回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化去别人的内力算不得多厉害，我也能做到。但是化去别人的内力，还能让这个人活着，只有他能做得到。这是我的内劲，我给你一缕，只是这一缕就够你入高手之境。它能保你经脉不竭，以后你一点点练自己的内功，它就会一点点散去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绝世良玉，而我深含屠龙之术。惜才本是人之常情。可你是仙人，世上何有仙？你我皆凡人。多谢。我还有一掌，你可受得了？请赐教。睡吧。我想，我们踏上北离土地的那一刹那，永安王争王位的消息就会传开。等着我们的挑战可不少呢。是啊，要回天启了。